400幾萬喺香港買接近500尺嘅兩房，以為係二手樓，估唔到係新樓啊！冇地鐵，但俾到你空間同環境，你又接唔接受到呢？一齊睇下實用面積485尺嘅兩房單位，呢個客廳真一啲都唔細。行過嚟露台睇下個景觀先，其實都真係幾開揚噶，可以望到山景。一齊睇下睡房嘅位置，呢間係第一間睡房，主人房位置。浴室位置採用企缸設計，開放式廚房，品牌家電呢都為你準備妥妥。同一般新樓一樣，都係採用隱藏式設計。睇完單位嘅環境同景觀，你又可唔可以接受到冇地鐵呢？